老鼠出沒注意，近年發生越嚟越多飛機上被偷竊案件，萬一不幸被偷，應該向邊個國家報警？旅遊保險賠唔賠？出發前 save 低呢條片。如果你喺機上面已經發現被盜，應該即刻通知機組人員，令機組人員有機會聯絡目的地機場警方喺閘口候命。落機後記得向航空公司索取事故證明，證明你曾經喺機上報失，並立即前往目的地機場警署報警。視乎當地警方係咪受理該案件，否則就有機會需向航空公司嘅註冊地警方報案。咁旅遊保險有冇得賠？如果你嘅行李係喺座位上嘅行李艙被偷，一般包含遺失財物保障嘅旅遊保險會視為合理情況並作出賠償。但如果你將財物放喺座位上並離開，保險公司可能會以疏忽而導致嘅財物損失為理由拒絕作出賠償。另外，投保人要留意保單賠償上限同埋分項限額，同埋有冇俗稱墊底費嘅自付額，即係當你嘅損失高出自付額，保險公司先會作出賠償。如果你部電話俾人偷咗，你要留意手提電話係咪屬於保障範圍，否則有機會唔受保價。仲有，大部分保險公司規定須於發現遺失後24小時內向當地警方報案，列明事發經過同損失嘅項目及總額，並喺索償時提供由當地警方或者有關機構發出嘅書面報告，否則有關損失可能會不獲賠償。去旅行遇到呢啲事真係好掃興，出發前記得上 Money Smart 買定旅遊保險保障旅程，由比較到完成投保都只係幾分鐘嘅事，仲可享獨家投保獎賞同優惠。投保前記得睇清楚條款細則啊！祝大家一路順風！